我这一大早晨先去把依恋送到幼儿园，又去超市把这个月工资给结了，够折腾的。这是我认识的谭少宇吗？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自己来了。说吧，找我们俩来干嘛呀？走吧。那天吧，你跟我说我求婚缺少点诚意，我想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月工资领了，打算买一枚钻戒，正儿八经的求一次。行啊，学得够快的呀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有多少钱？都在这儿了。你别凑热闹，给我选啊！最好就是最贵的。就你说啊，你是奢侈品专家，你不给我选一个性价比高的？要选4C 标准的，颜色、净度、切工克拉。那个服务员，你好，要性价比高的。这款是我们店销量最好的，工艺是8星8钻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什么级别的呀 VVS 级的。性价比还可以，性价比最高的是 SI 和 VS 级别的。那个，我打断一下啊，这是我数错了还是你给错了？一共2400，你就买钻石，这买盒也不够啊，这个。我这个月工资就这么多。行，我帮你吧。哎，店里能刷卡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结婚，我求婚，你给我的新娘买戒指啊？不是你，你问问人家，咱店里有2400的钻石吗？近期没有。天乐，少宇，你过来看看，快点！哎，快点来看一下。什么呀？找了一家网络直销店，钻戒都比外面便宜，掺着20分，行不行？这网络直销店靠不靠谱啊？哎呀，人直销店都已经卖了好多了，人家的房租、水电、人力全省了，就是会比外面便宜，可以吗？反正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，连个戒指都买不起。行，就订这个。那就订这个啊。我们回来啦。哎，我还说去接你们去了，怎么中午就回来了？下午学校要有亲子活动，老师说要家长陪。我决定让你陪我去。我。行，我们的小依恋说什么是什么啊，听你的。我先回屋换身衣服去，你也换身漂亮的衣服啊。你下午要好好表现啊。走了，换衣服去了。完了，无视我的存在。少宇帅哥，今年咱俩配合的真默契，第1名。对啊。你说是你聪明点还是我聪明点？当然是我，没有你聪明啊。我觉得是我俩一样聪明。我用我新学的一个新成语叫做不分伯仲。这你都知道？那谁是伯，谁是仲啊？等会儿。这个电话。喂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那个天乐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得马上过去一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快去吧，然后待会儿给我打电话。好。一会儿见。天乐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待会儿等他电话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多气球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去啊？你骗我！你不是说天乐出事儿了吗？我没骗你，我只是想在你回来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，给你个惊喜。
么惊喜啊？求婚。少宇，你想好了吗？这一切是你想要的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觉得你真傻，你真的不应该为了我离开公司，也不应该为了陪伴我去超市当一个搬运工。你应该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我原来的位置，就是在你的身边去照顾你、陪伴你。因为误会，我缺席了8年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不相信你真的愿意让我再回去。依然，你离开了我8年。这8年里，我只知道你离开了上海，有了我们的孩子。我不知道你为了这个孩子，你到底受了多少委屈，我也不敢想。我不敢去试想你这8年里的生活，因为每次想起来，我的心会很痛，特别的痛。我恨自己无能，不能就好好保护你。我不想再想这些，因为我又重新拥有了你跟依恋。我只想好好珍惜我们俩，把1天当做2天来过，这样我才能把这失去的8年全都追回来。想好了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为了我放弃原本的生活。什么是原本的生活？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才是什么？我想要的生活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不想做一个傀儡，什么都听别人的。我想变得有担当，有责任，这是我想做的，而我现在也做到了。我要好好把握它，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哪儿，那儿就是我谭少宇的家。以我现在的经济条件和状况，我只能负担得起这么一个寒酸的戒指。希望你能体谅和理解。以前我不知道怎么去爱，但经历了这么多苦，我现在知道怎么爱你。所以这枚小小的戒指，代表了我的诚意，我的爱意，我要对你负的责任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把自己的心交给你，也希望你能把你的心交给我，好吗？我把他们最幸福的时刻、最激动的时刻都给他拍下来了。嘿嘿。哎呦，你至于吗？你激动成这样干嘛呀？怎么不至于了？我说你是榆木疙瘩，你还不承认？这么感动的话，谁听了不感动啊？再说这场景，我还帮着设计了呢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
你未来希望的那种求婚仪式是什么样的呀？我原来吧就觉得，求婚一定要在最高级的西餐馆里边，然后很大的钻戒，玫瑰至少要999朵，然后私人管弦乐团伴奏，在海边，就那种一出餐厅就可以看到大海的那种。这，但我现在吧，经历这么多，我对这个幸福的定义已经改变了。老话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不怕你笑话啊。我从小就觉得哆啦 A 梦和 Hello Kitty 应该是一对儿。我特别喜欢粉色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 Hello Kitty。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属于我的那个哆啦 A 梦。至于求婚仪式吧，钻戒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钻戒大小也不等于幸福啊。如果这个人我爱，怎么着都行；如果我不爱他，怎么着都没用。说的没错。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没看什么呀？这个你不能看。我为什么不能看？因为你小啊，这个等你，哎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能看了啊。那我什么时候长大呢？你什么时候啊？你什么时候长他这么高了？你就算长大了。哎，对，行了啊，去玩去吧，玩自己去吧啊，去吧，乖。